后来最近大家一个心肝拢囥伫个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，煞无注意到4月到9月正嘛是肠仔病毒的流行期。台中的丰原病院就收到一对11个月大的双生仔，因当时咧为着肠仔病毒，喙腔溃疡，喙一个擘开就会痛，若是痛就一直吼，妈妈顾起来特别辛苦。一对双胞胎查甫囝，两个做伙治着肠病毒，喙拢破空，医师要检查，喙甲变较开的，痛甲哀叫。开喙食药啊，阁愈痛，护理师一滴一滴慢慢啊饲。妈妈手抱囡仔，甲固定掉咧，莫互伊震动。快好了，快好了。这对双胞胎因为肠病毒真艰苦，这也毋是，拍咧也毋是，拢无爽快一直好。妈妈真无奈，这届两个真正是辛苦。他们两个常常都什么都一起啊，两只不孤单那个吗？妈妈讲弟弟先发烧，刷来是哥哥嘛发烧。托养中心的老师打电话来关心，讲班上已经有囡仔得肠病毒，才互妈妈警觉，赶紧带囡仔到病院检查。是因为发高烧了经过询问跟看诊之后，我发现他口腔有一些溃疡所以进一步诊治，他应该是比较像是肠病毒的问题。医师表示讲，今年大家拢关注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的疫情，疏忽着每当4月到9月是肠病毒主要的流行期，肠病毒传染力如果真强，一定爱教囡仔较接洗手，才会当避免肠病毒。